起黑爸爸。后来欢迎咱第一组来宾金嘎，尽力，真厉害！真厉害啦！好，第二组来宾欢迎咱的贵家。过关张九九，上！足雄的哦，后来上擂台，正，豆豆来哦，嘿。这里哦。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雄。是，来介绍咱第一组的队长。来，今日规家伙啊，拢甲请来啊！是真厉害啊！真厉害哦！听讲有2位哦，讲台语讲甲真好诶。哦，变叫是不是？来，咱的队长真嘞。嗨，丽师姐，你好，我是经理，这是外昂，自己介绍。我叫傻姑娘。谁的？嘿，谁的？谁的？然后这是我的囝我 Sky。 ，Sky，来个谁来去？大娘哥，我是子柔。哦，哦，阿牛啊，阿牛啦，阿牛在这牛啦，鸡牛。是，后来个说来去嘛是红老婆拢甲带出来。是啊，恁真厉害，阮是过5关哦。哎呦，一下个100万的鱼，我够唔知哦。是。后来介绍你边，欢迎来高水赛。大家好，我是高水赛，是大家拢知影上好主菜，但是今日要来打题，一定更较厉害。哎呦，赞。今日还有炸弹落来呢，是不是？等咯，有哦，伫遮咯。哎呦，网络拢有啦。胖的厨房，这是我的单曲。是。嘿，我讲吼，大家一定要去 YouTube 内底听。胖的厨房，过注意唱的哦。就胖的。这条歌是写我唱阮某，会碰个写的，当就写20分钟就好啊。写我唱阮某恋爱的时阵，甲心爱感觉啊，甜哦。感情就是安尼啦。是啦。也嘛甲某带来啊。对后来介绍，来介绍上水的某，水某，师母啦。叫啥名？哦，叫美丹。哎呦，买单啦，买单啦，那家伙。哦，有影，真正某真正拢专门伫买东西啊。对啊。拿钱的拢是某啊，真辛苦。赞。嘿，好欢迎你，好，带你起来哦。我讲，阮2个出产的，出产的，刚流出产的，更较水，查某囝啊。有拄好听到乌美玲，真正这是开低，开低，会开低。好，来欢迎你哦，来个啥来去？过来，一个更较水的。伫啦，你也看阮一家伙拢就是遮水啊，让我直路。边境拢有改良。大家好，我叫林恩金。N 哦，刚刚听起来敢若是目睭。我这叫牙鸡，牙钱，哦，你讲不盖手机，你然后你要搞好牙钱啊啦。谢谢，我牙钱啊，我等下。嘿，有牙钱无牙钱，咱佫唔知影。老师决定。嘿，今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。系，抱歉，欢迎咱林淑琪林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淑琪。学台语照起工，咱的文化就忙哦。对，自家无啥也要讲台语对无？所以来遮学。是，真好，来遮豆豆啊学，你就照起工来，你有一工你就要讲台语啊。没错。去学校你给我读甲东欧国，你听有无？有，你说好，你什么都讲好，好 ，OK， 好，啊100万互人好无？好。讲100万吼，咱即马来甲人讲规矩啊。是，咱这第7季的专家有智慧吼，咱这摆吼的比赛有初赛、复赛、甲决赛，只要你3关过，总冠军摕到，你就100万，互你砸登去。所以今日咱是初赛，咱嘛是爱搁甲拼落去啊。对，但是100万在哪里？100万伫倒位，你知道？咱来看一伊的真面目哦，吼。我妹，这目睭开去啊！100万餐对咱来讲，他做足侪代志。是，啊，毋过啥人会甲100万摕登去，我唔知影哦。咱先甲初赛甲摕起来就好。比赛。好，今日咱的第1回合开始。
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提100万。这队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，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有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，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阿雄，天气兵，好来这个回合必须有一个答案。阿雄嘛，每一个嘛有一个答案。是啊，分数哪算？咱这回合吼，拢总吼有3题，6个答案，上济若拢摇到，才得到6000哦。加油加油哦！嘿，但是哦，重点是这个回合，阮两个拢唔知影答案。嘿，嘿，所以讲哦，恁来摇的时阵，就爱较注意一下哦。是啊是啊，我要出题哦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好来，第一条，请问点心猪耳朵的台语安怎讲？哦，猪耳朵，美秀这边是卤梨仔饼。啊，大家拢看过卤梨，卤梨就是瓜牛。瓜牛嘿，来，田螺恁看伊是毋是安尼？哇，啊一连啊一连啊去愈来愈大的连安尼，嘿是不是卤梨？哎呦所以讲我的答案是卤梨仔饼。阿雄，我的答案叫做干乐饼。啊来，大家看后壁，伊是毋是安尼转咧转咧转咧？拍干乐的时阵陀螺啊，你安拍落，伊是嘛安尼转咧安尼转咧安尼转咧。所以我叫做干乐饼。哎，你敢会摕甘露去啃我的卤梨哈？哎，你的卤梨可能较食亏哦。哦，真正我较脆哦。嘿啊，是，好来，美秀的答案是卤梨仔饼。阿雄的答案是干乐饼。来，两队，咱请选择。美秀，阿雄，演技饼。哦，哦，大家真正拢感觉是我的卤梨较对咧。嘿啊，你有看过这扁的卤梨吗？哦，对，螺雷，因为很像瓜牛，嘿，对啊，一连啊一连，一圈一圈，就对了对，因为是陀螺怎么说？干乐干螺不会，它太大了。后来咱西对，咱的卤梨有哦，是毋是拢日日啊扑出来对无？扑出来啊，伊这是卤梨仔饼嘛是日日啊扑出来。啊，你话搁咧等你看，有心无？一定是卤梨仔饼嘛。到底是我卤梨仔饼，还是？我的干乐饼咧。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美秀的卤梨仔饼。好，来，拄则美秀跟两队的来宾吼，拢解说甲做清楚啊，因为啊啦，做成个啥卤梨迄个安尼一连一连无吼，嘿，迄个梨仔壳所以咱会当讲卤梨仔饼，啊，嘛有人简单讲梨仔饼，拢会使。梨仔饼哦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来，第二条哦。加油加油！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第二条，小食店定定会看到的红色塑胶锁啊，台语安怎讲？哦，好，来，咱看过红色塑胶锁啊，你来看。这，吼，我这边的答案是溜锁，溜色。嘿，先溜啊，安尼有哦。你若要落扭起来，错，哦跟咱溜啊共款，咱扭起来。溜起来是，所以我的答案是溜锁，绿色。阿雄我溜锁，溜哦锁，溜色，是溜锁甲。溜起来咧。嘿哦，阿雄我这边的答案是缩骨啦。有哦，哪来摕物件来我缩一下，啊缩起来了，缩胶的所在是咩呢？大，啊，是咪看起来敢若幼骨啊？缩骨啦，嘿。哦，甲缩起来呢？嘿，来两队咱请选择，是溜锁嘞，还是缩骨啦？哦，我家己讲啊嘛，心虚心虚。哎呦，对，其实咱拢无啥知影答案到底是啥人嘿。来，我是感觉六手这可能外来，因为就伫在日本时代哦，外来的，话翻的就对啦。嘿了，是嘿，安尼。无咱以前拢讲塑胶锁啊骨，因为迄无骨啊。系啊，甲一般咱塑胶袋啊，嘛毋是骨拢软的啊，是塑骨啦。溜锁啊，伊迄就爱先扣几落咧？箍的，才甲扭起来啊，对啊，所以先溜啊共款安尼。哦，嘛是有道理呢吼。啊，来问咱这以前捌做，咱即摆嘛伫做主家对啊，一定有用过嘛。应该拢捌听过。对对啊。啊，应该是溜锁啊啦，因为吼，迄锁啊，那整个要打，要拍甲对无？对，拍个啦。
就啊天天的，甲烤起来，甲扭起来，扭烧啊。牛舌啊，好，来看恁到底是互恁打一个骗去啊？吼，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，正确的答案是米寿的六色。这种色啊，吼，咱华语叫做邦提圈呐，吼。好啊，台语可能大家较袂晓念吼，因为这款塑胶色啊，伊会当甲咱的茶啊呐，甲溜互红。所以咱正确的音是六色，六色，嘛是六色，是甲溜开，所以是六色，六色，哎，六色。哦，爱变调，对，六色是哦，这嘛是一种学问呢。系啊，吼，无咱平常时拢讲塑胶锁安就好啊，结果是六色，因20-30年拢唔知影叫做六色。是咱即马知影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第3条，咱会用鸟毛来形容一个人龟毛，请问鸟食盐有啥物意思？哦，鸟食盐是啥物意思？美秀这边是讲一个人讲话真歹听，因为啊，你甲看鸟敢会当食盐？盐对鸟来讲，鸟的油脂一细粒仔鸟，敢会砍子？所以讲一个人哦，就是讲话真歹听，讲咸啦。鸟食咸。有迄个谐音就是咸嘛，是，所以我这边的答案就是讲一个人讲话真歹听。是啊，阿雄，我这边的答案就是讲，连死都唔惊，尽量甲冲去啦。哦，遮尔啊饼。啊，只头早讲到，鸟啊油脂细细粒啊，对无？是。所以食盐吼，伊油脂袂堪的。啊，表示鸟食盐存万死的啊，连死都唔惊，冲落啦。你安尼讲嘛是有道理哦。哦，不过美秀的答案是讲一个人哦，讲话真歹听。阿雄的答案就是连死都唔惊，冲冲冲啊！哦，到底是倒一个咧？来，两队咱请选择。美秀，阿雄，演一遍。哦，哎呦，你讲的较有道理哦。是。不过若是我会要安怎咧？啊，就4000块省起来啊！好，来，我问一个，嘿，西迪哥哥。对唔对？因为鸟呀，连盐都敢食，就是一个形容讲吼，你连死都唔惊，我袂冲啊咧。哦。袂歹哦，真有道理哦。看来我要钓一题啊哦。是哦，好来，咱这边咧过赛。这一定是安尼嘛，像我唱歌，我是爱唱尔，未唱了无好听，但是嘛一直唱，一直唱，共款唔惊死的。有影食盐，我爱讲一定唱的，我爱讲后盖一定会胜利的。好，来，咱来看哦，老师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阿雄的连死都唔惊，向前冲。赞！好，来分数。来，恭喜这边得了2000。咱过家咧。冇2000。好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。咱两边的来宾拢真厉害吼。咱有一句热客话讲啥？鸟食盐，剩半死。是讲鸟啊啦，对盐伊的这个排解能力较无好啦吼，所以伊若食伤咸吼，有可能会死翘翘吼。所以这鸟食盐是明知影会死，啊伊嘛要去做的意思。哦，真正今日热起来嘛真好听，真趣味啊！好，来看分数。是的。来看阮这边真假有6000。那咱过价。毛5000哦。袂歹，今日的第2位啊，正港佚佗人。嘿，正港佚佗人。看风景真轻松。今日要去倒位佚佗咧？咱今仔日这个回合哦，咱用影片。带恁来看全台湾，甚至外岛，甚至是外国的所在，还是为空中落去看哦。所以恁若看到讲这个所在，你有熟悉啦，知影会使紧甲吹落去，讲大哦。来，咱分数哪算？咱这回啊，一题3000，上最使赢12000块哦。好，来，咱即马第一队长拢起来。两位队长是，一位是妈妈，一位是爸爸。做爸母拢真正有影无简单对无？是。练到遮大汉。辛苦。做辛苦，对，咱今日去倒位佚佗？是，咱刷这影片吼，伊内底有一个伟大的爱情建筑。
哦，嘿，所以请恁讲出这个国家的名，两个字。两个字的哦，吼，打一个国家哦，来，咱请看。哎呦，哎像，哇，好，印度，印度，老师，印度对唔对？这个伟大的爱情建剧是伫倒一个国家咧？讲过回来报你知哦。伊内底有一个伟大的爱情建筑。哦，嘿，所以请恁讲出这个国家的名，两个字。两个字的哦，吼，打一个国家哦，来，咱请看。哎呦，哎像。哇，哦，你哇，好，印度，印度，好，来，老师，印度对唔对？恭喜！这个国家真有爱，我根捌去过啊。好，来分数先。恭喜得了3000咯！来，这个建筑叫做泰姬玛哈陵哈，这有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，是一个印度的国王叫做沙加汗，伊为着要纪念伊心爱的红兄叫做基曼巴努所起的这个墓园啦哈。啊，这墓园哦，迄个规模足大的，啊，开足侪钱，起偌久念在22档才起好，哇，到1653年才起好的。啊，2007年，佮互人评选做世界新的7大奇迹，真侪人若去印度一定会去食。好，来，咱继续看落去。哇，真水，好漂亮，真水。哦，当我摕100万，我才来呀。有影。是，好，不要紧，咱这边5000，这边9000，有差哦继续落去哦。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好，来，看落去哦。加油！上个咱今日去倒去倒。是，刷这个影片呢，伊是一个水都城市。哦嘿，帮我讲出这个水都城市叫什么名？3个字。会记得哦，水都城市哦，没错是伫倒位3个字哦。好，来，咱请看。哎呦，来，威尼斯，台语，还是英语？台语我想看卖。好，加油！威尼斯，威尼斯。哎呦哦，来，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好，赞哦！哎呦，咱继续甲看落去好无？来，看落去。哦，真水哦，遐阮遮有上济。啊！因外国足侪这种店的啊。最多啊。哇，最多。是啊，想到起来。想到威尼斯啊。哦，嘛有现代，嘛有古早。对吼。哎呦，过西你可能无带落啊。有去一遍，有去一摆。哦，你看，人有去一遍。这嘛是，我这个回合嘛袂歹吼，互人会记你，咱若以后要去佚佗啊吼，来，咱就来记迄个地名到底叫啥？你迄个记字啊，叫出来。是，无对，无对。你有听到无？啊，无够深刻啦，爱去第二届啦。啊，听到无？吼，嘿，爱去第二届啦。好，来，咱请老师来解释。好，来，这 Venice 哈，威尼斯这个水都是伫意大利哈，意大利这个国家的北部，是世界唯一啥无自动车的这个城市。啊，若要出入，唔是安那过步练的，就是安那坐船啦哈。啊嘛是历史悠久的这个文化古城。2016年，佮互人选做世界上水的城市。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哎，哇，咱这边爱加加油哦，加油哦！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好，来，咱来去佚佗哦。来，上个咱行去倒佚佗。哦，刷来这影片吼，伊有一个所在叫做马丘比丘，请甲我讲一下，伊是什么国家？什么国家？2个字啊袂哦。
好来啦，咱先看影片，爱看影片。哦，啊，你唔讲要留意？我已经带团啦，已经带团啦啦。还没开始就要吹落。好来，咱请看。先跟我欣赏风景一下。哎呦，哎呦，你话我嘛唔知，我知影无。试看卖啊！是马丘比丘，中南美洲，朱克，杰克吗？中南美洲，哦，东南美洲，美国的下杰克，荷蘭，骹，伊的地理可能无啥好。系啊，我地理无好呢。唔是，是因为爸爸上少带我出国玩啊。哦，伤少带你出国。哎呀，对啦，你看这南美洲就去一个啦，对啦，对啊，是。所以你决定一个，你决定一个。是荷兰，荷兰。好来，老师，荷兰对唔对？荷蘭就歹勢咯。差一个啊距离。好，不要紧，咱个互你看者，吼，哥哥想者，好来，咱个继续看落去。哦，来，会当杀哦。好来，谁的哥哥？谁的哥哥？地雷，什么？智利，对，我讲一遍。是啊。18天，这个物件是什么？哦，18天。这个物件。秘鲁。嘿。秘鲁。秘鲁。你讲一个答案就好。对啊，是。哦，地雷，好，我记。智利啊。地雷。地理。老师地理对唔对？安尼就歹勢咯。哎呀，真可惜啊！两个拢互相让来让去。对啊。是你拄好讲就对讲。好来，老师，咱解释者。来，这个国家是迄个秘鲁啦，所以念做秘鲁。哦，秘鲁。秘鲁。好，哎，这个马丘比丘，马丘比丘这个名是西班牙语。哦，啊，意思是啥？足老的山，吼，是15世纪印加帝国因的贵族在度假的所在，吼，在山城。啊，伫即卖南美洲秘鲁这个国家，爱起伫这个2350公尺悬的悬山顶哦，吼，啊，因所在做压贴的，全啊湿了400多冬才互发现，吼，啊。2007年，嘛互选做世界新的7大奇迹。好，好，不要紧，咱各有一位哦。加油哦！你互相相让真好啦。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是，哦，咱即摆对决。比如咱赢钱，咱几岁27， 27， 20啦。啊，你几岁？世界你几岁？15。哦，是，咱拢捌15岁过。对，我就想要问，迄曾丽姐安怎饲的？你徛起来我看到。真高水呢，大长的呢。哎，不过我甲你讲哦，我有听到伊的迄落啊好话哦，伊拢即次拢会斗摒扫。哦，我嘛有看过伊的其他的节目有拍过。哦，妈妈互你去练习的哦。嘿，好，嘿，讲好就对啊。好，是，所以讲啊，你唔免惊。嘿啦，嘿，弟弟已经主动让分互你啊。对，是，你唔免惊。弟弟40%拢放弃啊。无唔对。好来，上回咱要今日要去倒位佚佗？是，所以这影片吼，伊这个城市伫咧美国。美国。嘿，2个字。2个字哦。好来，咱请看。哦，这应该知啊吧？上来哦，哎，讲英文嘛会使哦，嘿。来，英文嘛会使，英文嘛会使。伤紧张啊！会有点嘿，毛。看到迄个女神啊，应该知影什么？应该知影倒位啊？忘记了。啊？我刚刚本来想到。啊，还有一个时代的广场啊。是。时代大厅4、3、2、纽约。台语还是英文？ New York。
哦，New York， New York，来，老师 New York 对唔对？ New York 恭喜。哎，明白。来，我首先，容易定了3000咯。来，咱继续看落去哦，哈，来，咱继续。哇，我这声真够大。你日拢是人，拢是厝，是。啥哦，真正有影水。是该捌去过无？纽约，知道，知影？知呀。嘿，啊，妈妈因有捌带你去遐过无？你有去过吗？没有。哦，无去过。莫怪啦。姐姐，哥哥，麻烦你来带人去行行的哦。等伊扣掉的时候再带去。哦，啊，你要加油哦。嘿啊，扣掉。他去遐佚佗哦，真好佚佗哦。尽量扣啦，爸爸无讲调到一斤有调就好。来，咱请老师来解说。来，纽约是美国上大的这个移民城市啦，吼。伊伫遮生活的族群夭寿济，你伫遐会当听到800外种语言，无共语言吼。联合国的总部嘛设伫遮，啊，拄则咱有看到迄啥？足有名的地标第啥？自由女神的这个雕像，这是啥？这是法国人为着要啦支持美国独立上面的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咱今晚来看分数，咱金价有12000。嘿，啊来，咱贵价呢？哦，毛8000哦。哦，嘛真好哦。好，今日咱的第3回合，两家来拼台。第3回合，两家来拼台。哦，有看到8提示哦。来，上个这内面提示是啥？哦，是罗汉、转、选酒、四川菜、起大厝、特产、台南、注生。哦，拢总8提示啊！迄个问号什么意思？就是每一题奖金无共，上济15000块，上少1000块，后10000的、12000的、9000、5000、7000拢有。哎，好好啊，算哦。运气哦。哦啊，咱对这有一届通救命的机会，吼，就通讲我要支援，嘿，通队友通互相讲，啊，其他咱拢点点。好，是好啊，咱这个回合就是4个人先。是啊，即马照分数来看咯，应该是按过赛清算是过赛来，都只有可能15000。清算有可能真好哦。因为四川菜吼，我做四川菜嘛，是啊，一定上加。无一定啊，万不离其要着啊。啊，系啊，啊是啊。我无遐尼啊，唔知。制作单位一定是安尼吼，来。没啦。你算者。台南。哦，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台南的奖金有偌济？哦，你看，真正诶，无定着四川菜是15000，哎，是好来，不要紧，要着才上重要哈。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伫咧台南流行的大有花这个口号是虾米所做生理画出来？虾米所在做生理所画出来的口号？哦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哇，惨啦！是。还是你要问一人一摆？做生理的所在。支援的出来。5秒4。台南3位上名。我支援。来，支援吗？做盐场的所在，不是呢。想者哦。还是大有花呢？嘿，大，什么叫大花鱼？台南其实真济真有名的，像咱树林唔是有真有名。啊对，我树林遐有一个所在真有名。做生理拎出来。台南。想看卖啊？诶，玛瑙是你用食的啊，用啉的。啊，把你们是台南人吗？迄个是做生理，什么所在做生理画出来的口号？嘿，做生理的所在。什么做餐厅？树林遐是不是一个所在？什么会？烟厂。哎，烟厂。找孙娜你讲啥？雅琪。大哦，台南雅琪啊，对，雅琪啊，是。台南雅琪啊是。你要又看卖无？嘿，雅琪啊。好啊，无个。好，来不来哦？好来。好，雅琪啊，对唔对？哦，因
做生意的所在嘛。后来分数，小英得了几万哦？后来咱请老师来解释。好来，台南是一个文化古都啦，吼，啊嘛有真侪啥出名的好食物，吼，啊因遮啦，咧做夜市啊生意的足巧的，因就那就画出这个大五花这个口号，吼，是代表啥？拜一到礼拜，吼，因有开的夜市，意思是讲。你要踅夜市吼，阮台南拜一到礼拜拢有啦。啊，这个大是啥？台东夜市。啊，这个武就是武圣夜市。啊，这个花就是花园夜市。哦，真正就有道理哦。大拜一拜你啊，花就是3次啊。是大舞会、大舞会。对啦。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换你哦。谢谢队友，谢谢。嘿，免丢丢，看要选啥？万五。嘿，万五。特产怎么说？特产啊，特产。特产吼，好来咱看特产的奖金有偌济？哇，1000。不要紧，谁叫我选的？慢慢来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2肠吼是甲2张灌入去猪肠啊内底，你敢知影这台湾倒位的特产呢？好来，60秒的时间。两肠。两啊。你敢知影？你开火锅店啊？进前开火锅店。你知影两肠生了啥款嘛吼？伊唔知影两肠啥？两啊，蛋肠啊，蛋肠对啊，对啊。可是因为火锅店没有叫这个哦，没有用这个，是，因无用这啦哦。两个管的对啊。嘿是两肠家人，是不是讲家人？家人。好，来，家人对唔对？哦，厉害！来，分数，小英得了1000咯。几千颗。嘿，来，咱听老师解释。好来，家人有3肠，吼，地瓜肠、大肠片，加啥两肠，吼，这种是家人出名的古早味啦，吼。啊，两肠就是甲这个两张，啊，甲灌进啥猪肠啊，啊，甲沙沙的，用电风甲吹好冷，啊，甲切到一块一块，哇，食起来敢若啥，迄咸的啥马卡龙。马卡龙感款哦吼，啊那煮火锅真好食哦，所以就你的火锅店会当试看卖的。是好，谢谢老师。伊拄啊真无简单，伊真正讲家人，最厉害呢，最厉害。应该有印象吧？好来，西换你哦。四川菜好。四川菜。好来，咱来看四川菜，伊的奖金有偌济？哦，真悬呐，对吧？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有名的四川菜口水鸡是安怎会号这个名嘞？是因为想到这出菜就会流嘴烂，还是因为伤咸会让你流嘴烂？来60秒的时间。是想到流嘴烂，还是伤咸的流嘴烂？真好食的安那。好来，你的答案是？一定食甲想到个流嘴烂嘛。哦，是一个口味而已。是。对啊，啊，因为你有当食完了，你变口水鸡有当看到。哇！啊，水鸟做好食，你还未食到，你还未食，你就看到，想看到，个流嘴烂嘛。是，好来，所以你的答案是想到，想到这出菜，对。好来，想到这出菜就流嘴烂，对唔对？哦，进卡！来分数，有一点的，有一点的7000了。我来感觉因早见那个老咱听老师来解释。来，口水鸡这出菜的名是为中国来的啦，吼。伫1980年代有一个总铺师叫做老兴，爱甲这四川菜这白斩鸡吼，甲改良。白斩鸡就是咱白斩鸡啦，吼。爱用一个文学家叫做郭沫若吼，啊，伫个作品内底吼，伊捌形容啥？伊见摆若想到伊个故乡四川的这出菜，爱得安那流嘴烂，啊，流嘴烂台语就是流口水嘛，吼啊，所以这口水鸡就是安尼好名。是好，谢谢老师。嘛是口水鸡嘛做好食哦。生贵做呀，是。好来，经历这个。好。罗汉。好来，咱来看者罗汉的奖金有偌济？哦，
哇，真好哦！赞哦赞哦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有一种植物叫做罗汉餐，伊是一种饭汤，也是面线糊嘞？哎，我可以支援吗？嘿，来，本汤，本汤，嗯，确定？感觉你这耸肩呢，要耸肩。罗汉餐一般我们认为的是素食的啊，是。敢唔过顶管无啊？罗汉餐是一种饭汤，还是面线糊嘞？请问台湾有一种植物叫做罗汉餐，伊是一种饭汤，也是面线糊嘞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罗，是，你通下支援哦。哎，我可以支援吗？嘿，来，一拜年，也是饭汤还是面线糊？罗汉，罗汉餐，罗汉餐，罗汉啊，本汤，啊，本汤，本汤，嗯，确定？感觉你这耸肩呢，要耸肩。罗汉餐一般我们认为的是素食的啊，是。敢唔过顶管无啊？啊，面线糊不也是素食？面糊不是。不是哈，那就本汤。哦，好，咱来看一下饭汤对唔对？来分数，今日你就高清咯。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。罗汉餐是内文出名的这个饭汤啦啊，高雄的这个内文以早叫做啥？罗汉文啊，因遐啥做有名？顶头啊，见啊，这个出庭刷家家户户因得啦煮饭汤，来甲因搭食，这种饭汤就叫做罗汉餐。即马连啥观光客去也嘛有通食。哦，在饭汤真有名。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稍微去过赛哦。对，过比赛，过比赛。起一个大厝，大家大好个。好，来，起大厝的奖金有偌济？哦，3千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袂歹，按时嘛大就好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俗语伫咧讲猪来散，狗来富，什么动物来起大厝咧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猪来散，狗来富，什么来起大厝？4、3、2、1，请起来。时间到。先按。猫啊来起大厝。猫啊起大厝。对。好，好来。鸟啊是猫啊来起大厝，对唔对？来分数。今日你就3千咯。哇，你打你济哦。2万倍啊。好，来，咱请老师来解说。好，来，俗语讲。猪来散，狗来富，只来念作富鸟来起大厝因为猪别人饲的嘛，若走去恁兜会起纠纷安尼你会了钱迄个流浪狗若走去恁兜，好心甲收留哦，伊会感恩甲你斗顾厝，互你一年透当旺旺旺这鸟若来挖恁兜，伊会甲你顾7层掠鸟鼠，会互你好业。起大厝，所以这条答案是鸟来起大厝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哎呦，无王骗去啦，因为大部分拢是狗来嘛，鸟就是无王骗去。好，来换你哦。祝星邓，转旧，转旧是什么？钻石转旧，祝星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下祝星的奖金有偌济。12000块哦，选到，可是要答对才赢啊！没有对也没出，也没用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倒一个节日已经结婚的妇人人会去祝新娘遐拜，而且佫会甲软灯卡团香烟。哦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我要讲的是哪一个节日？节日，传统节日。传统节日会去拜。结婚的人会去拜祝新娘娘，去软伊的灯卡，今日3、2、1，时间到哦。软灯卡，通我团香烟。是。都一个节日，结婚的人去。
我们看得懂中文，你不用念。因为我自己有点那个紧张啊对紧张。嘿，哪个节日哈？让我想想哈，祝生娘娘是其实题目内底已经有答案嘛。就那个正月15。元宵怎么说？元宵，晚宵。哦。嘿，正月元宵节，好不好？嘿，是不是？嘿，灯会嘛。好，来，元宵对唔对？来，分数。恭喜得到万米哦！哦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哦，好来，咱请老师来解释。好，来，我先讲迄个题目吼，遐应该是爱念做汤香烟呐，汤的一代意思哈。汤香烟。啊，因为这个瓜丁的丁，甲咱的甜丁的丁吼共音，所以元宵的时阵就有一种风俗讲，结婚的妇人人，你若去拜这祝生娘娘，啊，搁去啥？软丁卡，就会当互你啦甜丁啦。所以咱都有一句俗语讲啥？软丁卡，互你生男拍，啊生男拍就生后生嘛，啊就是会当汤香烟传宗接代。是哦，是老师你拄安尼讲会比比无？没啦，伊是学名啊。哦，对，伊是一部嘛。其实真好听，对啊，不要紧。不过吼，有人想歪就无好。没啦，想正确就好。都一个查甫的无？查甫拢嘛有。对啊，逐工拢爱说啊。谢谢老师。该鼓嘴。好，来，别讲算了哦。加油加油加油！鼓嘴赛，哇咧！即马查8青鸟，啊，搁有哦。是搁两个哦。选少敢上贵，但是6千啦，差6千。哦，差6千。即马等啦，等呀，啊，我赢奖金来等啦。哦，好来来，来看者等的奖金有偌济。马哥，哦，5000，嘛袂歹哦。袂歹哦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咱伫咧讲迄个风水轮流转，啊，倒一句俗语，甲伊的意思是相共的，是有时天光，有时月明，也是一个当机，一个倒头。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哦，来，有时天光，有时月明。哦，来，确定哦。来，咱来看者，有时天光，有时月明，对唔对？哦，恭喜正确啊！好，来分数。恭喜得到5000咯！那拢真熬哈。对啊。哦，来，老师，咱解释一下。好来，人讲3年一轮，啊好歹照轮，啊3年水流东，啊3年啦水流西，啊人的一生一定是啊起起落落嘛吼，啊难免有时会着达，吼，啊就亲像迄啥暗淡的星光同款，啊有时足顺时的，就敢若明月挂伫天顶，前途足光明的，所以这个风水轮流转是甲咱的有时星光，有时月明同意思。这样子讲你就知道对啊，都一样。就画面呢。是，好来，剩咱的选招哦。选招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选招的奖金有偌济？15000，不差去不得了啊！不得了。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选招喙是讲一个人真敖讲话，还是讲话真有分量？来，60秒的时间。算酒嘴啦，算石嘴，是讲伊很会讲话，还是讲伊讲话很有分量？好，来，讲话真有分量。哦，来，咱来看，讲话真有分量，对唔对？算酒嘴。啊。好，来。好来，这个讲话真有分量吼，咱来讲这人讲话啊啦，有力头啦，话水会简单，话水会简单吼。啊，嘛有人滚生笑讲啊，话米吼会互你变肉粽啊，吼。啊，这个选招喙是咧讲一个人啊啦，喙水足好诶，足够讲话吼。啊，有当时嘛有一寡较负面的意思吼，比如讲有一寡这个小命仙啊。安尼选招喙啊好蕊蕊，啊咱大家较细致的哦。哦，所以这条是真够讲话。是，
酸椒脆较来嘛，嘿，是就真好讲话酸椒就好啊。是厉害，好，谢谢老师。来看阮数哦，可惜，来看阮金价，金价今嘛有34000，啊来咱贵价，有33000，哎呀，哇，这一千啦，好，不要紧，进来咱的10秒，大千金。10秒，大千金。大家动脑筋。哦，今嘛奖金34000。34000就有34秒，嘿，啊，不过34秒安尼无够呢，实在伤少啦，佮加30秒好冇？64秒，是，啊，咱这回也无3题，1秒换1000哦。哦，紧的哦，所以秒数愈少愈好哦，是不是？好，来，咱这题有几个字？咱这题有2个字。2个字哦。来，第一提示是吼，啉水袂去落 NG。哦，什么物件咱会落 NG？过来，伊是大气压力的原理。啉水袂落 NG哦，啊，而且吼，伊亲像水草。哦，迄个原理是水草，塑胶做的，什么？奖金吹落去，因会当提走偌济咧？好，来，咱这题有几个字？咱这题有2个字。2个字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开始。来，第一提示是吼，啉水袂去落 NG。哦，什么物件咱会落 NG？过来，伊是大气压力的原理。啉水袂落 NG 哦，啊，而且吼，伊亲像水草。哦，迄个原理是水草，塑胶做的，什么？啊，正确。哎，那遮冷静哈。是，真冷静。无唔对了，塑胶做海菇。对哇，咱海底唔是真济，拢会去插进内底嘿。所以讲，大家去游泳的时阵吼，拜托的吼，粪扫家己摕倒转哦。先刷炸。吼，去海边啊佚佗的时阵。对。嘿，你嘛看几秒？我够48秒哦。真紧，继续落去哦。加油！好，来第2题有几字？3个字。3个字哦。好，来咱请开始。是第一个提示咧，伊是头壳红红。哦，头壳红。过来吼，伊会湿乌乌。什么物件头壳红红湿乌？过来，伊是上爱秘伫草仔煲。哦，这什么物件咧？过来吼，伊是巴肚唱电火唱巴肚，什么物件？唔是，是种汤拖。伊敢若活3天到7天，伊食漏水的。是。巴肚会发光，电火。什么？萤火虫。台语。火金菇。哎呦，真紧，你甲看这秒数，你看这了。哎呦，是。还要30秒呢，第伤久啊。时间就真济。嘿啊，比草仔煲电火唱巴肚应该就知影啊。是因为他活3到7天尔，食漏水尔。好，不要紧，第3题啊。加油！尽量紧的哦。加油！好，来几个字？第3题嘛是3个字。嘛是3个字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开始。系第一个提示，煎卵，甲煎卵有关系。第二个提示，甲炒饭嘛有关系。炒饭，爱个煎卵，爱个炒饭，来，过来是伊一喙打几落肉尾。啥物件？紧嘞！海底物件。啊，正确。袂歹，剩5秒啊，了解。第2题太久了。后一个提示，伊是吼，迄个鱼仔仔。鱼仔仔呐，鱼仔仔就是迄个鱼仔囝，小幼苗啦，对，鱼仔仔，冬青哦，鱼仔仔。是，好来，咱看者，咱拄啊，恁拢歹势看啦。对啊，准备啊，剩5秒。嘛是偌济？嘛5,000啦，你来回答啊，一直讲，收冷静啊。好，赶快来去颁奖。嘛是奖金，嘛是会当过来第2道啦。好来，金牌赏你。是，啊，咱这边哦，阮的古锥赛不要紧，咱过来报名就好啊嘛。无问题，做我算的，大家一定要学台语。好，接下来谢谢咱的国文老师。感谢咱林淑琪林老师。专家有你位，讲台语铁板文，欢迎大家拢欢喜。再会。谢谢，这个来，谢谢，感谢师母，谢谢，感谢凯蒂，感谢，雅琪，谢谢丽姐，谢谢姐夫，谢谢盖，谢谢子龙姐，这个来。